講到這個民眾黨的李金秀，最近一直有爭議。這民眾黨的中評會13下晡開會討論，民眾黨指出講李金秀真濟言論和行為已經傷害到黨的聲譽，破壞和諧，甚至提這個撕掉不分區立委做交換，要討一筆錢，最後是決定講改開除黨籍，最近嘛開始生效。那這個不分區立委的位呢，會由學者柯忠信來報。我們非常明快、果決的一致性認為，李珍秀委員必須予以除名的處分，而且是即日起生效。民眾黨立委李金秀事件風波繼續一直拖落去，中評會13下晡開會，決定將李金秀開除黨籍，即日起生效。民眾黨指出，由李金秀真濟言論甲行為嚴重影響黨的聲譽，破壞民眾黨和諧。加上連續性違反紀律，甚至也甲時任無分區立委真濟對價，要求得到特定的金額補償，嚴重毀損國家公職倫理。他認為應該要有人要付出代價，他才願意離開這個職務。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文化上面的水土不服，或者他對立委職權的不了解。這件事情是在不管是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接受的事情。即日起就生效，所以李珍秀委員呢，他就不是本黨的黨員了。那關於後續這些立委職務相關的，我們就是會依照今天中評會的評議的結果，後續的行政作業我們會繼續的來進行。民眾黨中評會召開會議討論李金秀違紀案的裁處，現場有小議員事件，這支持者到現場來援助李金秀，用筆寫標語抗議。李金秀也出現說明事件，對着開會過程並無加講，不過尊重黨中央決議。也那是不是來過中評會？伊講這個問題不愛回應。對啊，那就看黨的制度。對。所以如果黨工做出什麼樣的決定，您都不會提任何法律上的訴訟嗎？目前不回答任何假設性的問題。我們希望他能夠繼續跟我們站在一起，而不要轉身跟撒旦為伍，更不要跟魔鬼共舞。所謂的上台靠機會，下台靠智慧。李金秀已經喪失民眾黨黨籍，也因此失去無分區立委的資格。伊留來會會有無分區名單，下一個順位學者經大連立委柯忠信報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